零首付送車位，單價6000蚊，各支位準現樓。小區綠化率高，環境優美，落樓就可以露營啦。小區自帶智能廚房，生活方便，揸車10分鐘仲可以去到1+1大型商圈，仲係270度無遮擋超一線光景房。而家嚟帶大家睇下示範單位啦，咁佢呢度咧贈送面積係超高㗎，超咗100%嘅實用率啦，可以睇下呢邊。而且佢而家嘅單價只需要6000蚊就可以上車啦，以前賣到11000㗎，性價比非常之高啦，咁幾乎去到5折㗎啦。咁而家開發商咧仲有個補貼啊，零首付就可以上車啦，只需要俾訂金5000蚊。地理位置非常之優越啊，係神灣政府重點發展嘅一個區域，距離中山、珠海市中心只需要30分鐘嘅車程啦，交通非常之方便啦。社區自帶嘅業主巴士，25分鐘就可以到達人工島啦。對呢個項目感興趣嘅朋友仔，快啲私信我攞資料啦！